今天由后学来学习导读，现在就让我们来一起恭诵百孝经。天地众孝，孝当先。一个孝字，全家安。孝顺能生孝顺子，孝顺子弟必名贤。孝是人道第一步，孝子谢氏即为先。自古忠臣多孝子，君选贤臣举孝，尽心竭力孝父母。孝道不独讲吃穿，孝道贵在心中孝。孝亲亲者莫为也，岂乎人间不是孝？唯心复孝天理还。诸事不顺因不孝，怎知孝能感动天？孝道贵顺无他妙，孝顺不分与共难。福禄皆由孝自得，天将孝子令眼观。人人都可孝父母，孝敬父母如孝天。孝子口里有孝语，孝父面上带孝言。公婆上边能尽孝，又若孝来又若贤。女德孰名先学孝，三从四德孝在前。孝在乡党人亲近，孝在家中大小人评断。生前孝子身价贵，死后孝子万古传。处事为孝力大，孝能感动地和天。孝经孝文法孝劝，孝父孝母孝祖先。父母生子原为孝，能孝就是好儿。为人能把父母孝，下辈孝子照样还。堂上父母不知孝，不孝受穷莫怨天。孝子面带太和相，入孝出体自然安。亲在因孝不知孝，亲死知孝后悔难。孝在心孝不在貌，乐孝子治国灯皆因孝，一孝即是太平年。能孝不在贫汉富，善体亲心是孝难。兄弟和睦即为孝，忍让二字把孝全。孝从难处见真孝，笑容满面成亲颜。父母双全正一孝，孝师鳏寡轻引担。赶紧孝来顺传家孝事宝，孝性温甘。羊羔跪乳上知孝，乌鸦反哺孝亲言。为人若是不知孝，不如禽兽实可怜。百行万善孝为首，知孝字是根源。念佛行善也是孝，孝仗佛力超九天。大哉孝乎大哉孝，孝以无穷孝无边。此篇句句不离孝，离孝连轮颠倒颠。念得10遍千个孝，念得100遍万孝全。千遍万遍常常念，消灾免难百孝篇。恭诵弥勒救苦真经。佛说弥勒救苦经，弥勒下世不非亲。灵宝齐鲁灵山地，拈花印证考山胜。若在中原三星地，大正四川王桃心。天真收元挂圣号，等待时至点神兵。云雷震开雾极土，天下神鬼不安宁。今在人天中华母，九连圣教归上圣。天花老母垂玉线，收元显化在古东。南北两极连中穴，混元古彻在中央。老母降下通天窍，无影山前对河童。
因而要想归家去，持念当来弥勒经，用心持念佛来救，朵朵金莲去超生，是得西来白羊子，香儿点铁化成金，每日至心常持念，三灾八难不来侵，要想成佛勤礼拜，常持聪明智慧心，休听胡邪人胡说话，劳山一马念无声，老母降下真天咒，用心持念有神通，满天星斗都下世，五方列仙下天宫，各方城隍来对号，报事灵童查得清，三官大帝慈悲助，赦罪三朝救众生，救苦天尊来救世，钦点文部接地神，八大金刚来护法，是为菩萨救众生，锦领36员将，500灵官紧随跟，扶助弥勒成大道，保佑香儿得安宁。北方真武为将帅，青脸红发显神通，扯起皂旗遮日月，头顶森罗七宝星，威震北方为帅首，肃清诸恶挂甲兵，搭救猿人香儿女，火光落地化为尘，是海龙王来助道，各驾祥云，保佑弥勒去成功，弘扬了道，转到三阳弥勒尊，吾皇敕令即下生，收服难言归正中，来往照下真言咒，传下大藏经，因而刹女常持念，邪神不敢来近身，持念一遍神通大，持念2遍得超生，持念3遍神鬼怕，魍魉邪魔化为尘，修持劫内寻路径，念起真言归佛令，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10叩1叩再叩3叩4叩5叩6叩7叩8叩9叩10叩手。恭诵百孝经，天地众孝，孝当先，一个孝字全家安，孝顺能生孝顺子，孝顺子弟必明贤，孝是人道第一步，孝子谢氏即为先，自古忠臣多孝子，君选贤臣举孝廉，尽心竭力孝父母，孝道复读讲吃穿，孝道贵在心中孝，孝亲亲者莫回言，习乎人间不是孝，回心复孝天理还，诸事不顺因不孝，怎知孝能感动天，孝道贵顺无他妙，孝顺不分女共男，福禄皆有孝自得，天将孝子定眼观，人人都可孝父母，孝敬父母如孝天，孝子口里有孝语，孝父面上带孝颜，公婆上边能尽孝，又若孝来又若贤，女得淑名先学孝，三从四德孝在前，孝在乡党人亲近，孝在家中大小欢，孝子逢人就劝孝，孝化风俗人品端，生前孝子身价贵，死后孝子万古传，处事唯有孝力大，孝能感动地和天，孝经孝文法孝劝，孝父孝母孝祖先，父母生子原为孝，
能孝就是好儿男，为人能把父母孝，下辈孝子照样还。堂上父母不知孝，不孝受穷莫怨天。孝子面带太和相，度孝出体自然安。亲在因孝不知孝，亲死知孝后悔难。孝在行孝福在报，孝贵实行福在言。孝子齐家全家热，孝子治国万民安。五谷丰登皆因孝，一孝即是太平年。能孝不在贫汉富，善体亲心是孝难。兄弟和睦即为孝，忍让二字把孝全。孝从难处见真孝，孝容反面成亲言。父母双全正一孝，教师鳏寡轻引担。赶紧孝来光阴快，亲由我孝寿由天。生前能孝方为孝，死后尽孝图广然。孝顺传家孝事宝，孝性温和孝味甘。羊羔跪乳上知孝，乌鸦反哺孝亲言。为人若是不知孝，不如禽兽实可怜。百行万善孝为首，当知孝字是根源。念佛行善也是孝，孝仗佛力超九天。大哉孝乎大哉孝，孝以无穷孝无边。此篇句句不离孝，离孝连轮颠倒颠。念得10遍千个孝，念得100遍万孝全。千遍万遍常常念，消灾免难百孝篇。恭诵弥勒救苦真经。佛说弥勒救苦经，弥勒下世不悲亲。灵宝齐鲁灵山地，拈花印证考三圣。落在中原三星地，大正四川王桃心。天真收元挂圣号，等待时至点神兵。云雷震开物极土，天下神鬼不安宁。亲在人天中华母，九连圣教归上圣。亲在人天中华母，九连圣教归上圣。天花老母垂玉线，收元显化在古东。南北两极连中续，混元五策在中央。老母降下通天教，无影山前对河童。婴儿要想回家去，持念当来弥勒经。用心持念佛来救，朵朵金莲去超生。是得西来白羊子，香儿点铁化成金。每日至心常持念，三灾八难不来侵。要想成佛请礼拜，常持穿衣马念无声。老母降下真天咒，用心持念有神通。满天星斗都下世，五方列仙下天宫。各方城隍来对号，报是灵童查得经。三官大帝三朝救众生，救苦天尊来救世。经典文部皆地神，八大金刚来护法。四位菩萨救众生，紧领36员将。500灵官紧随跟，扶助弥勒成大道，保佑香儿得安宁。北方真武为将帅，青脸红发显神通。扯起皂旗遮日月，头顶身罗七宝星。威震北方为帅首，肃清诸恶挂甲兵。搭救猿人香儿女，火光落地化为尘。四
王来助道，各驾祥云去腾空，十方天兵护佛驾，保佑弥勒去成功。弘扬了道归家去，转到三阳弥勒尊。吾皇敕令即下生，收服难言归正中。来往道下真言咒，传下当来大藏经。婴儿刹女常持念，邪神不敢来近身。十念一遍神通大，十念两遍得超生，十念三遍神鬼怕。魍魉邪魔化为尘，修持劫内寻路径。念起真言归佛定。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十叩一叩，再叩三叩，四叩五叩，六叩七叩，八叩九叩，十叩手。爱祥祈福诵经回向文。弟子姓氏姓女，请各报自己姓名。姓氏陈继贤，姓女洪诗婷。愿将以上诵经功德，愿将以上诵经功德，功转成，回向于天地，回向于天地，回向于祖先，回向于祖先，回向于父母，回向于父母，回向于子女，回向于子女，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恳叩请辞，恳叩请辞。弥勒祖师，弥勒祖师。关圣帝君，关圣帝君。诸佛菩萨，诸佛菩萨。慈悲做主，慈悲做主。将此疫情降到最低，不再扩散。将此疫情降到最低，不再扩散。止息。世所致导，世所致导。圣慈昭阁禅那，圣慈昭阁。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南无当来下，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谢谢各位点传师，谢谢各位领任组长，各位前贤大德，今天导读就到此结束，感恩大家。感恩五千人慈悲，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各位点传师、各位领队、各位护领队、各位组长、各位坛主、各位讲师、各位优秀前贤们，大家晚安。听音呢，听音呢。
来听听播放的荧幕直播用 OBS 视频的程式。笔记型电脑荧幕直播，现在测试一下笔记型电脑在播放影片跟声音有没有换人直播？有出来了，这样好啊，声音也出来了，不是很大声，人讲话的声音比较大声。这样哈，人讲话的声音也可以接收得到。然后那个笔记型电脑的那个影片播放也有声音，这个是要从那个 OBS Studio 这个程式里面去设定。左下角那个控制项左下角第二种来源按加号，然后进去找声音输操作以后呢，你看这个笔记型电脑本身的影片播放的那个声音，直播的时候就能够播放出来了。以前没有这个声音输出这个来源的加入笔记型电脑内部影片声音档播放，那个声音都没有出来，直播的时候声音都没有出来。这一次我们来源加上这个声音输出，要笔记型电脑本身的影片呢，或者是播放声音也可以。那这个影片就可以排列，做出那个播放清单呢，让它做成12个小时，有没有办法超过12个小时？然后一直播放，这样的直播呢，可以保持比较长久的时间。那这个叫萤幕直播呢，就用 OBS Studio。OBS Studio 去网络搜寻下载，有繁体中文版。第一次设定要只使用虚拟相机，然后要对那个串流做设定，然后那个下半部控制项左下边有场景，按下去然后可以设定场景是要拍佛堂正中央，来拍那个讲师，还是要拍摄道亲前请观众、听众、观众，或者是网络的频道内容，或者是自己有电脑播放影片，或者是这个投影片等等文字色彩声音都可以设定。然后右边这个来源呢，有下面有加号，按一下加号，所以可以选，好像有10几种可以选。选那个第一个叫显示器截取，显示器截取就是笔记型电脑荧幕有什么画面就可以直播出来。那比如说我们这里用的这个没有用，你看用这个记事本，用记事本可以打字记事本呢可以有文章的内容所以是一个档案，然后开启以后，存文件的档案开启以后就是这样。但是奇怪，就直播以后为什么那个字会变？这个还要再研究。然后声音今天已经研究出来了，要找那个叫声音输出了。那笔记型电脑本身播放影片或者声音档的时候，声音在直播的时候就可以
接收得到哦。可能这个今天呢，这个音量还不算很大，讲话的音量比较大。笔记型电脑本身影片的播放呢，那个声音不是很大。这个是要下班工作室程式OBS Studio 这个操作界面的下半部是控制项，要增加就按加号，按是上网频道或内容的。笔记型电脑的，这个是笔记型电脑本身里面的影片，然后我们把它播放。那个声音这样哈，你看声音就可以接收到，你看在直播的时候声音就可以这个接收得到，可以听得到声音了。在庙会的时候，那个叫响八鼓，好大面的鼓。看这个现在来演的3个选项，按照顺序排，第一个是显示器截取。那这个直播要先开这个工作室的这个程式，然后点按这个启动虚拟相机，这个是有点按的，然后才变成停止虚拟相机。还没有按这个就开始转也不要按，然后就进入自己的 YouTube 频道，自己要有 YouTube 频道，然后在这个频道的首页右上角有个我们要直播了，要上传档案了，社群或不可以像摄影机的小小的图案呢，摄影机，然后有加号那个小小的图案按下去，选第二个叫做进行直播，然后那出现一个网页给你填那个标题啊，可能还要选说这个不是为儿童建立的影片，直播继续进行，继续直播，继续进行，点按那个继续进行，点按下去啊，它你网络有顺的话，它就会马上出现画面，就像现在这个有聊天室的这个画面。然后你给它那个笔记型电脑的那个纯文件档案，或者是开记事本，可以打字啊，它那个直播的时候就可以，也可以开那个纯文件档案来让它整个画面都有字啊。那还要研究看看自己频道里面的网络电视台频道的影片声音在直播的时候能不能接收得到？现在就测试看看进入自己的频道，搜寻，然后进入自己的频道，然后进入这个等一下，那速度不是很快直播速度要够快。如果火场5G 的手机环境直播很顺。你看吗？你看，现在有在直播，你看这个播放影片的地方，就变成是这个画面。你看，你有看到直播吗？画面变成这个样子。那如果没有在直播的话，这里的画面是一部影片在播放，宣传影片在播放。然后现在测试一下。测试一下啊。测试昨天直播的了，测试一下。昨天直播声音很小那个手机距离那个笔记型电脑太远了50、60公分就算太远，最好要笔记型电脑放在自己的手机的旁边呢，
那手机哦，有这个那几天以前，对吧？用笔记型电脑荧幕就可以做直播，就是用 OBS，这个叫做 OBS Script，OBS Script 哦，可以网络搜寻下载繁体中文版。然后第一次设定要只使用虚拟哦。然后你看这边左下这个下半部叫空查字哦，第二右边的只来有按加号可以选，好像有17种可以选。那第一项显示器节起，第二项浏览器，第三项节起音讯输出，这样笔记型电脑本身播放影片就可以把那个声音。现在是网络的，现在是网络的影片呢、播放那个声音是有接收到吗？可以另外开手机，你从手机上来试试看，你有听到那个声音吗？按加号跟第一项选是第二项使用数据分号，截取音讯输出，这样笔记型电脑有呢，本身播放影片，但是声音很小。可以把那个声音，它现在是网络的，是网络的这个播放那个声音。人讲话声音，人对着笔记型电脑荧幕讲话声音比较大声，从那个网络频道那个影片播放的声音很小。都会录入数据，都会中断的，所以网络速度要够快够稳定。有人都在那边转，绕圆圈转，跑的不顺呢，就在那边转，速度要够快。因为头顶有那个5G 的手机，哦，那个网络啊，那个传讯很好，可能就会比较顺。从这个工作室的界面来看哦，你看现在的声音是来自于自己网络频道。从这个工作室的界面来看哦，应该是来自于自己网络频道。然后这个声音没有开很大声，然后这个真的呢，那从这个喇叭那边，另外一个从手机够不够？都在测试用手机网络不顺，都在容易得了注意，那真实。
分2分啊，10分。